继续来看新北市双溪，这个月26号要举办山药节，但是当地农民却是油头革面，因为顶个月落大雨，已经淹水淹一届，结果这届3到2风台又搁淹一届，损失高达7成，农民是要靠无目屎。土都没了，山药头都跑出来了。农民带阮来到山药田看淹水的状况。山药浸水，农民足唔甘。老了了，有的山药嘛拢流去啊啦。山头顶落是大水冲洗过分者。新北双溪乡以山药出名，这个月18号就是山药节的活动。延到9月20日，受到低压带影响，地在性的大雨已经淹过一摆，即便拄着风台，搁淹一摆。原本拢蹲喺路的，拢未过。搁若为农药的山药园，要要互土沙甲树枝砍过，估计当秋收的山药可能无够3成。看那臭水沟味道啊，发酵了，讲说不能吃。细致啊检查山药，农村的状况会较严重，因认为问题就出伫边啊铁路改善的工程。这边10万年唔捌淹啊啦，因为这里做铁路，这边桥无处理，10万年这边上严重。代替表示讲，为了改善淹水的状况，而且提升铁路的安全，伫施工过程中会伫河面上搭设便桥。它是如果台风来的话，我们也只是拆桥面上的护工板跟栏杆而已。支架部分就不会拆，其他那个桥梁的型钢那个都没有拆。工地主任强调，最近临时上那个强港河地势维护铁路来淹水。代替已经邀请农友做伙到现场会勘，协助提保农村的保障，也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兼顾建设的安全甲农民的利益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